量子係唔係活着嘅？量子係我哋所認知嘅物質之中其中一種最細嘅單位。佢同時具備粒子嘅性質，又會好似波動咁運動，而且一旦被觀察，狀態就會發生改變，呢個係一種非常特殊嘅特性。因此，量子嘅運動唔係沿住一條自行決定嘅軌道，而係喺條件同機率之中出現。咁呢種運動，究竟喺講緊啲乜嘢？好多人會覺得，只要會喐，就好似有生命。所以有人甚至話，整個自然界都充滿生命。但科學所講嘅生命，並唔等同於運動或者反應。作為冇生命嘅物質，量子越被觀察，狀態就越被確定。換句話講，觀察本身就成為結構嘅一部分。但生命唔同。DNA、mRNA、tRNA 呢類生命系統，喺運作緊嘅狀態之下，係無法被直接觀察嘅。正因如此，冇生命嘅物質係喺觀察之中完成，而生命只可以喺觀察之外被維持。呢一點，就係區分生命同物質嘅標準。所以，即使量子會運動，我哋都唔會話，呢個就係生命。相反，我哋會咁講。運動、反應、能量、複雜性，本身都不足以構成生命。生命唔係可見嘅運動，而係一種即使唔被觀察，都能夠持續存在嘅結構。咁，下一個問題就係，點解生命從一開始就被設計成唔能夠被直接觀察呢？